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上帝恩典，看顾保守咱过去的一礼拜，伫生活顶面、伫属灵顶面帮助咱。虽然有的兄弟姊妹落伫各款的问题困难当中，但是咱知影有神的同在，有圣灵的安慰，咱有法人经过这段困难的时间，继续向前进。因为上帝知影咱的需要，知影咱的软弱，就按照咱的需要，叫咱的软弱来帮助咱，叫咱这个下垂的手真软的骹骨能够有法人徛起来，来面对目睭前一切困难。求神带领咱，咱也是常常借着神的话，通来帮助咱属灵生命的中进，灵命搁较有进步，搁较有法人望主的悦纳，感谢主的恩典。所以咱今仔日同心合意来到上帝面头前，来学乐伊，赞美伊的圣名，感谢伊。一切供给甲看顾保守，愿一切荣耀归乎伊。咱就将下面的时间来交托，叫主的名得到荣耀，叫主咱兄弟姊妹，无论拄着任何的困难问题，或者你伫病厝当中，或者是感觉真孤单，伫你的家庭当中，但是毋通忘记咧，主甲咱同在，伊无放杀咱。无离开咱，愿主的名得到荣耀，奉耶稣的名祈祷，阿门。
求一生为你用。我有了你，别无所求，只求一生为你用。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咱本主日所要传讲的信息题目是初期教会凡物公用，就是初期教会因同心一意有听心来侍奉因的物件呢是凡物公用就是将物件带到教会来或者是变卖因的家产，摕到教会来凡物公用，三合用所以英文咧是 In the early church, all things in common。所以咱来看，当时初期教会初期建立的时阵，圣灵降临伫耶路撒冷落地亲像火焰。落伫使徒的头壳顶，因就被圣灵充满，真有能力来讲道，真侪人来信主，讲方言别个国家就按照因会明白的话语听到神的话语，真受感动，真侪人信主那么当时教会初期教会对耶路撒冷开始。咱也看见这个教会会进展真紧，发展真紧真大的兴旺。但是咱也看到魔鬼撒旦也开始做破坏的工作头先呢，魔鬼撒旦是对外面来攻击教会、破坏教会借着世俗的一个势力这个官府来禁止。来压迫将因掠去关监并且威胁因毋通去传福音，毋通奉主耶稣来传福音。这是魔鬼撒旦的攻击。第二方面呢，对内部来托伫个教会接到一家假基督徒，也是无生命的这个冠名的信徒。来破坏教会的当心也有时会借着一个异端邪说伫教会做破坏分离的工作，这是魔鬼的规矩。所以当咱伫教会当中看见圣灵伫工作的时阵，咱也是会注意借着祈祷来预防魔鬼的破坏。但是咱今仔日呢，要头先来讲到初期教会兴旺的情形上帝的力量、圣灵的运行伫教会当中叫教会有一个复兴的现象咱来感谢主。那么头一点，咱来讲到初期教会信徒怎样会同心合意。怎样咧？凡物公用凡物公用就是伫物质上因三合来用咱的经文就记载伫《使徒行传》第4章32节到37节。头先呢，咱要看32节到35节。圣经是安尼讲。有真侪信的人拢是一心一意，无有一个人讲，伊的物件有一样是家己的意思就是说，伊显出来的物件，因无讲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就是大家公用。我显出来就是互大家公用，显互神。看要怎样来安排
第33节，使徒大有能力来见证主耶稣的国话，众人也拢忘了大恩。34内中也无有一个是缺乏的因为逐个人将地产还是田产就用田地甲房厝拢买了就将所买的跩价钱跩价银价银拢摕来使徒的面头前，放伫使徒的骹前。各35节，照着各人所使用的，温托逐个人。所以对于即几节的圣经内面咱看到几项代志头一项，跩信徒拢同心一意的这是真团结同心一意的。互主来使用传福音第二项，看到门徒跩使徒咧讲道，伫圣灵的工作内面，因内心满有属灵的能力来讲主的道理，带真侪人来信主所以众人拢忘了大恩所以对这方面咱可能看出了当时的复兴。第三点，伫教会当中无一个缺乏的拢是丰盛的，因为照各人的需要，来伫教会来摕跩物件去用，所以咱来看去当时教会的复兴。无论是属灵顶面伫物质上，拢是丰富，所以圣经讲是拢蒙上帝的大恩典伫跩圣经节内面伫第4章的32节到第5章的11节这段经文当中上帝要解决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要甲拄掉这个假冒伪善的破口，就是可能伫教会当中有一个假冒伪善的人，上帝要立权威要来堵住，就是甲你停止这假冒伫教会当中假冒伪善的情形。这是第4章到第5章第4章32节到第5章11节，上帝所要做的代志但是头先咧看起初教会的复兴的情形，那当教会开始得胜的时阵初期教会福音呢也开始对耶路撒冷慢慢广传出去的时阵，魔鬼撒旦也无停咧，开始伫遐咧工作了。魔鬼常常借着什么呢？伊用一架武器来攻击教会毋是用真侪款的方法，大概有2种。头一种呢是外在的力量，借着世俗的跩权势跩权力、权柄来夯来掠信徒去关，来禁止因所以甚至这肉体会受伤害所以用着魔鬼用着跩外在的压制叫威胁这方面。第二方面呢，魔鬼也是用内在的，内在就是用教会内面互因发生一件问题来破坏教会咱亲像初期教会当因这个在信徒推出因所买的物件
跩钱银摕到许多的骹前奉献。但是有的人作假，就是做假见证，就是亵渎圣灵啊，欺骗圣灵的感动的代志啊，就是第5章魔鬼借着这个阿拿尼亚叫撒菲拉、阿拿尼亚 and 撒菲拉一对红魔因将家产买了，家己藏一部分，再摕一部分到许多的骹前，说阮将全部的摕出来奉献咯。人会欺骗人，但是无法通欺骗上帝。所以上帝是袂做随便欺骗的所以神是无法通互人来亵渎的，袂做欺骗圣灵的。那上帝一定要教训。所以当时因两个伫众人面头前立刻就死去。这是神的管教甲伊的权威的。所以咱看撒旦是靠着两方面，一方面是用真夯的用恐吓甲逼迫所以这用外在的通常是肉体的伤害亲像关家伫家牢内面互人刑罚，互人掠去拍并且压制来压制这个教会的发展所以当时在门徒伫在世俗的权力权柄之下，因无投降因反倒转甲若是信心增加了信的人加添了加添真多了，所以因无伫权力顶面来投降亲像古早一句话威武不能屈。威武不能屈的意思就是伫权力的胁迫之下、威胁叫逼迫之下，要叫因投降但是因在信徒坚固的信心，换靠主的能力，因无屈服，反倒当信心更较坚固来荣耀神这款的威武不屈的精神咱伫教会的历史内面看到真多，甚至在信徒拖掠去伫这个广场咧，拖在野兽活去加死，甚至掠去街路咧白咧跳咧，用火烧死真侪款的肉体生命的迫害，但是教会无停止的发展，并且愈发展愈搁较强，信心搁较加添，传的人搁较多，所以魔鬼就无法通用这款的这外在的逼迫来拦阻教会亲像保罗为着传福音叫西拉掠去关呢因无为这项掠去关呢，掠去互人拍来反悔是哎呀，我真热心信主传福音，反倒当拄着遮苦难因无埋怨，反倒伫这个监狱内面祈祷、唱诗、赞美上帝。当安尼咧祈祷、唱诗、赞美上帝时阵，哇，地狱的这个地基就咧动动咯、摇动咯，甚至这个铁门开咯，真侪跩监狱犯听到因咧唱歌、因咧祈祷的时阵甚至因的铁链煞落来，门开这个国家的这个负责人看到这款的情形以为跩
感觉反倒走去了。但是保罗甲伊讲伊想要迄个国家的迄个负责人本来是要教导自杀保罗紧紧拦阻伊，然后上帝借着保罗向因做见证传福音你甲你一家嘅信主耶稣，你甲你一家拢要得救所以因惊真惊啦！伊说阮着怎样做保罗就甲伊讲：你甲你一家着信主耶稣，你甲一家拢要得救你头先信主，然后你甲你一家拢要得救。所以上帝借着保罗，借着这个灾难叫这个监狱的官得救，而且带全家信主。所以后来对这个危险的当中变做欢喜的代志。上帝伫当中行神力奇事，实在是感谢主的恩典所以教会从来都无有克服伫外在的压力甚至因拄着生命的危险的时阵却无停的来为主传福音。等于耶路撒冷的门徒拄着这代志的时阵，因的信心愈坚固。咱就看起耶路撒冷教会的门徒后来因拢一心一意的无有一个人讲到伊的物件是家己的，拢是大家共用。因为圣灵的工作，虽然拄着在困难的问题，因的信心更较坚固。甚至教会有需要的时阵，因肯退出因家庭当中的财产，为了产队出这个卖厝将迄个钱财奉献伫教会当中凡物公用，看上有需要就来推因所需要的。所以教会伫即款的情形下面初期的教会，所咱看出毋但教会在传道人在信徒有这个勇敢的，初期教会是一个有勇敢的教会，伫势力的压迫下面因无投降，所以看出因的勇敢。所以初期教会是一间勇敢的教会。第二，因是一间基督的教会，因为因同心合意伫神的面头前来祈祷，圣灵伫因的内心兴旺因赐托因属灵的力量来讲道，为主做见证。伫官府的压迫内面因拢无惊吓，因为因是一间基督的教会。第三项这个复兴的教会是圣灵充满的教会。当因顺服伫圣灵的内面圣灵就做工来单荣耀神。所以复兴的教会、初期教会是一间有圣灵充满的教会。第四点，初期的教会是充满有爱心的教会，因愿意将家产卖掉看这个身外之物看起来，因看重神的旨意，看重神工作的需要，看重教会的需要，所以因宁可变卖一切，为着荣耀上帝的名。所以因有是一间充满疼心的教会。咱感觉真亏欠，咱现在教会真亏欠。最后一点，因这间教会是啥物是一间这信徒的生命被神所改变的教会。顶摆是一个犯罪只顾家己的，
但是经过神的改变，因为听心出来了，伊愿意奉献咯，愿意侍奉主咯。所以，敢若是有跩呢，因为跩兄弟姊妹有圣灵的同在，经过神的能力会改变因的生命。所以初期教会是一间有神改变了的生命的教会。感谢主的恩典啊！所以呢，使徒行传4章32节怎样讲呢？伊是怀信主的人啊，隆重都是隆重，是一心一意的啊！无一个人讲说，这物件是我的，纪念袂了啊，伫关托教会啊，无搁再说这物件是我的，大家一凡物共用，所以满有听心，同心合意啊！所以一个无有互上帝改变的生命啊，因若无互上帝改变，因照顾是一个自顾家己，是自私以我为中心的一个生命。当然，伊做袂出怎会将家己奉献，互神来使用。只有一个改变了互上帝改变的生命，才有法通做出跩啊！毋是以自我为中心，无搁再是掠条这个上帝所祝福互因的跩物质上掠条，为着家己来用，乃是按照神的感动跩生活之物啊，无搁再看得当了，只要上帝工作的需要、教会需要，因拢愿意奉献出来，来感谢上帝的恩典啊！因在教会做到啊！伫这个情形下面无搁再是设定跩无受到跩世俗的政权或者是制度、经济制度来压迫因安尼做，因有同心合意，因愿意奉献出来，凡物共用，叫世上的跩政治或者是经济制度用权力来压迫因安尼做，拢是伫圣灵的感动、自愿的愿意安尼做奉献出来来荣耀神的。今仔日咱看去教会真侪兄弟姊妹有即款的情形咱为着因来感谢主所以当时教会复兴的一家景象，复兴的一家现象是啥物呢？下文几点咱有法通看出，就是教会一心一意，有听心做无私的奉献。第二点就是在使徒因灵内面满有能力来讲主的福音，为主做见证，甚至受压迫受欺压肉体跩苦难但是因也无惊大有能力为主做见证。第三点，跩信徒伫生活顶面伫属灵顶面会丰富一无所缺。正像圣经所讲耶稣来为着是要互羊得到生命，并且得到更加丰盛的生命。因此呢，一个真正信主得救的人有圣灵充满的人因的生命是满富丰盛的生命。正亲像咱们圣经所讲的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了大恩典，是可能看出这个得救真正互神使用人，因的生命满有神的大恩典来，再来讲到教会有一家人有好的见证，真侪信徒的
榜样，有提到一个人的名叫做巴拿巴。巴拿巴，圣经安尼讲，最后2节第36节到37节安尼讲，是有一个利未人，利未人是专门做这个圣殿的事工的人，是奉献家己的。伊讲生伫什么啊？生伫塞浦路斯啊，这是英文的叫做 Cyprus。这个 Cyprus 伫倒落呢？咱会讲哈，有一个利未人啊，是生伫 Cyprus 啊，名叫做约瑟啊。使徒称呼伊巴拿巴，巴拿巴的意思就是宽勉人的意思，这个宽慰之的意思就是真会晓苦劝人、安慰人、帮助人。37节讲伊也是有参队。也买了，就将这钱呢，摕到使徒的骹前，意思就是完全的奉献咯。这个巴拿巴啊，伊是伫倒落人啊？伊是伫地中海，地中海伫倒落呢，就是以色列的西边一个海啊。四周围有一个国家，但是这个地中海的内面有一个岛，小岛、大岛哦。这个是第3大的 Cyprus， 是第3大的这个 island 啊，伊是出世伫这个所在踮遮生活的啊。那么有真侪犹太人啊，伫希腊的时代就移民到这个岛这个 island 的顶面啊。所以当时伫新约的时代，有真侪犹太人诶，这个这会堂啊。圣啊路伫这个所在，因为真侪犹太人伫这个所在岛顶咧徛。那么这个巴拿巴是伫这个所在。圣经讲过，巴拿巴是一个利未人，利未人哪有参队啊？伫旧约利未人伫这个以色列袂用有家己的参队咧，在队山咧。但是因为后来如伫新约的时代，这个以色列真侪外邦人啊，真复杂咯，所以这个利未人伊也是家己有这个山队，因为这个旧约的利未人袂做有地产的这项代志已经无适用了，所以伫新约的时代，可能这个巴拿巴伫耶路撒冷的附近也是有家己的地产啊，所以因为信主了后，圣灵的感动内面啊。伊将伊的产队也是卖出去，将这钱摕到这个使徒的骹前做凡物公用互上帝来使用啊。那么这个巴拿巴咱怎么讲？伊原来的名叫做 Joseph 约瑟，但是信徒在使徒托伊这个名别名叫做巴拿巴。巴拿巴是宽慰之、宽勉人、鼓励人的意思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巴拿巴伫圣灵讲圣经讲说，伊是圣灵充满的，大有信心，所以使徒互伊名叫做宽慰之因为伊的内心满有包容的心，满有疼心。真会晓咧鼓励人，真常是用物质上钱财来帮助需要的人所以伫信徒当中有真好的榜样，并且后来诚做保罗的同工，诚做保罗伫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一个使徒，后来也被称为什么呢？伊是外邦人的使徒甲这个保罗同款的这个巴拿巴，所以后来这个伊就将伊的在地产卖撒关头教会来使用所以因着伊的为人叫顺服圣灵的侍奉诚做伫教会当中做信徒的好的模样，好的榜样
所以咱伫今仔日的教会当中也会看到一家信徒是教会的模样。当因信主了后因真有疼心，愿意奉献因所有的伫教会当中。伊看起教会有啥物需要伊愿意帮助，伊愿意推出来来做奉献的工作，做上帝的工作。感谢主的恩典，伫教会的历史内面有看到即款最好榜样的信徒，亲像巴拿巴。所以呢，最后呢，有几个问题要互咱思考互咱想，并且来反问咱家己。头一个问题要反问咱家己，就是使徒彼得甲约翰，因本来是一个猎鱼人 fisherman， 但是世间人面头前，特别是伫遮有权有势的遮人的面头前称呼因是啥物称呼因是无有学问的小民。无学问而且佫小民，就是平凡的人竟然因伫即个真侪有学问的、受教育的人的真大有学问的人的当中，徛伫因中头，因为主然个圣灵的充满，因所讲的话满有能力，满有气魄，满有智慧的来回答因的问题。伊伫到遮法利赛人，遮文士，遮有学问，遮有地位、有权势的人因看出因全是跟底耶稣的人因原来是无学问的小民敢若是因讲话真有权力敢若是因真有说服力所以遮有学问的人，遮有权势的人，互遮无名小卒无名遮无学问的小民所捏服了，真佩服因的勇气，佩服因勇敢的讲话。所以咱就问咱家己咯，咱伫社会中，大部分的人是无啥物地位的，有诶无啥物学问的，是普通的百姓人尔定。但是咱信主咯，咱是毋是毋通看轻咱家己？是毋是也有法通做一个小人物，但是有法通做大代志的人呢？小人物对教会、对神的工作有贡献的人呢？咱问咱家己。第二，上帝用这个小人物，亲像大卫、King David， 伊是一个小人物青年人，无地位，而且是过洋的人。上帝用这个小人物过洋的人大卫。借着涂骹顶的一块水石头，将这个大仙人、这个勇士高利俄来亚，真大仙人7、8尺的人，用这个上帝用这个小人物大卫，用一块水石头，将这个大人物，将这个巨人甲伊拍倒。你看卖呢？毋通看轻咱家己。上帝有法通用咱所有的小人物，有法通为主做大代志，对教会、对神的事工有贡献。咱今仔日看去，伫教会当中有真侪一家真愿意来侍奉主的人，亲像你愿意继续来为主来做工吗？第三点，巴拿巴是当时使徒在门徒在信徒的好榜样伊做家己奉献出来，并且成做一个宣教士，亲像保罗安尼。咱今仔日是毋是也愿意做一个巴拿巴呢？做一个信徒的好榜样呢？咱三甲额头祈祷。亲爱的天父
当阮伫圣经当中看到以前的信徒愿意即个顺服你的旨意，顺服你的带领，来做出荣耀上帝你的名的代志。阮也求你伫今仔日，互阮常常存着一个顺服的心，做你愿意做阮做的代志，叫上帝名得到荣耀。天父啊，阮也求你，互阮做一个伫信徒当中有好模样的人，亲像巴拿巴。无论看起阮现在是虾米款的年纪，虾米款的年龄，无论是现在是青年人，还是伫中年人，还是老年人年中的人，求主你帮助，亲像圣经所讲的，总要伫言语顶面、伫行为上、伫爱心上、伫信心上，甲伫清洁上，拢做信徒的榜样。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今仔日听到这篇信息了后，来坚固阮的信心，愿意做一个有听心、愿意奉献家己、互主使用的人，为着来荣耀主的圣名。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